哈萨克斯坦当局软禁的阿塔尤尔特人权组织主席塞尔克江比拉什受到了身份不明警察的威胁和压力。他的律师艾曼乌曼洛瓦表示，他被迫放弃为塞尔克江比拉什辩护。在一些关于他的视频中，他说他不想要他的律师，也不会为东突厥斯坦工作。但他在后来发布的一个录音中表示，他在压力下发表了上述声明。有鉴于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持续评级，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谢克莱提扎克尔周二在人大的新疆代表团会议上，再次强调国际社会所谓的再教育营是像寄宿学校的职业培训中心，并表示当有天时机成熟时，政府可能考虑慢慢关闭这些设施。他表示，总体而言，如果哪天新疆社会不再有相关需求时，这些职业中心的学员人数将逐渐减少，而政府也将考虑逐渐关闭这些设施。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对中国当局的声明做出了回应。他表示，中国最初否定了这些集中营的存在，但后来因国际关注和压力不得不承认。他强调，中国总是企图用虚假宣传来欺骗世界，这也可能是中国新游戏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他说，难道没有人追问死亡在集中营里的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和艺人的下场吗？中国能逃脱在监狱里受酷刑的无数的年轻人的责任吗？谁来负责在集中营里受到虐待的妇女？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举行了东突厥斯坦问题特别小组会议，日内瓦办公室凯利克里大使主持了会议。东突厥斯坦人奥米尔别克利和日内瓦办公室人权官员约翰费舍尔就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东突厥斯坦教育协会总秘书长阿卜杜拉哈德·阿卜杜拉赫曼在土耳其棉花堡大学出席了一场会议，并回答了有关东突厥斯坦的提问。他表示，我们不是要求你们为我们打仗，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为我们发声。美国和印度周三同意加强民用核能与安全合作，包括在印度新建6座美国核电厂。印度和美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印战略安全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承诺加强双边安全与民用核能合作，包括在印度新建6座美国核电厂。属于俄罗斯的战机在伊德利卜省空袭了一所监狱后，监狱里的囚犯逃脱了。据悉，其中一些人是恐怖组织达以沙的成员。袭击发生后，许多囚犯逃脱了，包括那些因盗窃、绑架和达以沙成员等罪行而被拘留的囚犯。